嘉嘉同德德咧真係香港嘅活寶貝啊！佢哋唔單止帶歡樂俾大家，仲令到大家更加關注保育，連帶埋海洋公園裏邊其他動物啊都深受歡迎。佢哋喺社交媒體裏邊嘅 followers 啊，仲節節上升添。咁都係靠護理員悉心照顧咯。保育工作需要社區嘅參與，當中涉及咗動物護理、自然科學、獸醫同埋科研等唔同嘅專業。年青人嘅創意、熱情同埋對科技嘅觸覺係推動保育嘅關鍵動力。積極推動同埋實踐保育工作，除咗可以等大熊貓呢啲珍稀物種喺健康同埋安全嘅環境下生活外，亦都為青年提供咗成長同發展嘅平台。了解生物嘅多樣性重要，培養佢哋對保育嘅責任感。嗱，我哋都知道咧，香港咧就係一個傳統同埋現代元素不斷碰撞嘅地方啦，充滿新鮮感嘅。咁啊，尤其是啲年青人啦，隨時都會俾到驚喜你。但係咧，要將創意化為機遇咧，都需要一啲助力喎，係咪？係啊，香港係中西文化交流嘅重要橋梁。年青人咧隨時可以接觸到最前沿國際藝術文化理念。今次嘅青年發展高峰論壇，年青人可以同嚟自唔同背景、唔同地區嘅同輩交流，都係一次寶貴嘅經歷。就好似我哋而家身處位於啟德，由中央援港建設嘅社區隔離設施改造而成嘅青年驛站，就係我哋政府促進青年發展嘅政策之一。呢度會提供一個具吸引力嘅平台，俾海外、內地同埋香港青年人深入交流，為大家創造一個啟發創意嘅地方。